大埔宏福苑火災喺舊年11月26號發生，喺各界共同努力、紛紛伸出援手之下，災民們嘅生活基本得到安頓。火災發生1個多月以嚟，政府持續審視最新情勢發展，不斷調整援助計劃，而社會各界亦都積極伸出援手，務求令到受災家庭得到適時同埋適切嘅支援。至今嘅安排能夠確保災民可以有條件同埋空間喺長遠住宿落實之前得到足夠嘅支援。為咗及時支援因為火災流離失所嘅宏福苑居民，政府喺火災發生之後，即時從華人慈善基金向每戶受影響居民派發1萬蚊嘅應急錢。宏福苑全部8座樓宇嘅所有住戶都合乎領取嘅資格。政府喺火災發生後嘅第2日，即係2025年11月27號，迅速咁樣成立咗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以更好照顧災民嘅需要，並且持續支援有需要嘅居民同埋受影響人士，協助居民重建家園。喺各界慷慨解囊支持之下，援助基金截至2025年12月26號已經籌得大概38億元嘅捐款。咁連同政府投入嘅3億元啟動資金，基金總額大概係41億元，體現咗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嘅團結力量同埋無私互助精神。上述嘅援助基金至今已經推出咗11個項目，為唔同類別嘅受火災影響人士，包括所有住戶、死難者家屬、留院傷者、學生、外傭、工友、業主同埋租戶，提供各種緊急嘅財政支援，援助金嘅總承擔額大概係12億元。仔細咁樣睇大埔宏福苑支援服務專題網站上邊所列嘅資料，除咗應急錢之外，政府仲透過援助基金向每戶受影響住戶提供10萬元嘅生活津貼。另外，政府亦都透過援助基金額外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樓宇嘅業主發放一次性嘅10萬元補助。至於不幸遇難嘅死者嘅家庭，每一名死者嘅家屬都獲得援助基金提供20萬元嘅慰問金同埋5萬元嘅殮葬津貼，確保家屬有足夠經濟條件為罹難者妥善處理後事。至於為留院傷者、學生、外傭、工友提供嘅4項特別補助，分別為5萬元同埋10萬元嘅受傷補助，以及數額均為2萬元嘅學生補助、工友補助同埋外籍家庭傭工補助。除咗滿足災民們嘅基本生活需求，政府亦都為業主住戶同埋租戶提供非實報實銷嘅支援居住方案。業主方面，政府向每個宏福苑單位嘅業主住戶發放為期2年，每年15萬元嘅租金補助，等宏福苑嘅業主住戶有更彈性嘅安排同埋選擇。另外，政府亦都為宏福苑業主住戶提供一次性5萬元嘅搬遷補助，資助佢哋搬遷同埋重置家私同埋電器等嘅費用。至於一般嘅租戶呢，政府透過援助基金提供一次性5萬元搬遷補助，協助佢哋遷至私人市場嘅單位。除咗捐款俾援助基金之外，喺事故發生之後，市民亦都紛紛捐款俾唔同嘅慈善團體，由佢哋代為向受影響災民提供唔同程度嘅支援。各個慈善團體亦都不負眾望，提供包括現金津貼、身故慰問金、醫療支援、心理支援，甚至係計劃提供以年計嘅輔導服務等等。而服務對象除咗受影響嘅居民之外，亦都包括外籍傭工。特別係現金支援方面，公開資料顯示，本港大部分主要嘅慈善團體，包括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公益金、香港賽馬會、九龍樂善堂、保良局、博愛醫院、紅十字會、東華三院、仁濟醫院、仁愛堂等，有單次嘅，亦都有分期提供嘅，金額由每戶數千元去到最多嘅10萬元不等。另外啦，向死者家屬提供嘅援助金則係由1萬元去到10萬元不等。對於痛失親人同埋家園嘅災民嚟講，金錢援助的確唔能夠彌補佢哋嘅損失同埋撫平傷痛，但係來自四方八面嘅捐款，亦都盡顯社會對受災者嘅關愛。雖然每一個受災家庭嘅情況都不盡相同，但係政府同埋社會各界仍然希望透過現金同埋其他形式嘅支援，緩解受災者燃眉之急。
事實上，唔計特別為有家人身故同埋家中有學生家庭嘅援助，以及來自社會各界嘅物資資助等等，每戶業主住戶至今最多可申領大概70萬元由政府同埋慈善團體發放嘅緊急支援，而每戶租戶至今呢則最多可以申領大概30萬元。有關嘅款項相信可以確切滿足住戶們嘅需要，等佢哋呢可以喺相對安定嘅環境之下安頓。喺上述各項支援措施之下，租住宏福苑單位嘅租戶理應已經順利遷入新居，而自住嘅業主住戶方面呢，唔同家庭係無疑會對長遠住屋安排有唔同嘅考量同埋需求。就地點嚟講，近日有超過100名宏福苑災民聯署致函行政長官李家超，要求原址重建保留社區。但係同時部分災民就傾向搬離原址，避免觸景傷情。咁喺時間上，有居民願意靜待重建完成，亦都有居民希望盡快遷去其他嘅區域。而喺住房類型選擇上面，部分居民傾向繼續居於資助自治居所，亦都有居民會考慮選擇私人物業。據報道，政府已經表示正就此聽取同埋歸納災民嘅唔同意見，並且會根據實際狀況以及社區規劃等因素作全面評估，務求盡早就長遠方案提出建議。要達至一個可以照顧大部分災民要求嘅方案，難度絕對不容低估。尤其係除咗援助基金嘅餘額外，亦都必須額外投入公帑。因此政府係必須小心研究嘅。但係可幸嘅係，政府同埋慈善團體提供嘅支援措施，應該可以俾災民唔使為每日嘅基本生活奔波籌謀，等佢哋可以靜待政府提出嘅長期安置方案。